從此大家食完飯之後可以輕鬆咁食埋啲餐具，佢哋好似曲奇咁，有原味、甜味同辣味3種味揀，而且冇防腐劑。如果大家唔食嘅話，只要將佢哋放入泥土，佢哋就會喺短短3至4日內自然分解。今次泡泡同大家介紹可食用餐具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喺個充滿塑膠廢料嘅世界，呢啲計劃好似一線曙光咁。塑膠餐具已經深深咁印入咗我哋嘅日常生活，搞到我哋成日都睇唔到佢哋對環境嘅後果。泡泡認為呢啲一次性嘅嘢會整污糟我哋嘅海洋，塞住垃圾堆填區，仲會整傷野生動物，對我哋嘅地球嚟講係莫大嘅破壞。推出嘅可食用餐具俾咗個簡單而有用嘅解決方法，大家將塑膠餐具換做可持續嘅嘢，就可以為減少自己對環境嘅影響踏出細細步。此外，餐具可以食得呢樣嘢，為用餐體驗添咗一分趣味，令到選擇可以持續發展嘅嘢都可以好好享受。可食用餐具呢個概念唔單止有諗頭，而且仲好實際。泡泡研究後得知，呢啲餐具可以擺3年都唔會壞，咁樣令佢哋成為餐廳、咖啡廳甚至想做出可持續嘅選擇，但又唔想放棄方便性嘅人嘅一個方便嘅選擇。多款口味嘅選擇比用餐體驗多咗一分驚喜，令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喜好去揀選餐具。另外，佢哋不含防腐劑，確保咗呢啲餐具食得安全。佢哋喺埋入泥土後可以喺短短幾日內自然分解，呢樣嘢係額外嘅好處，因為咁就可以唔使妥善處理同減少廢物。雖然可食用餐具呢個概念對部分人嚟講可能好唔傳統，但係我哋必須認清，要解決全球塑膠危機，一定需要創新嘅方法。嘅成功證明咗一次性塑膠嘅選擇唔單止可行，而且仲可以喺市面上賣得值錢。泡泡相信呢樣嘢提醒咗我哋，有創意的同跳出框框嘅諗法，可以為一個更加可持續發展嘅未來打開路。透過擁抱呢啲倡議，大家可以積極咁為減少塑膠廢料同保護環境出一分力。係時候要打破現狀，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擁抱更加環保嘅選擇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